金小天，聚众斗殴，胆大包天，你给队里丢人丢大了，知道吗？我没有，好吧。少给我解释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开了我？怎么的？你要把我气死吗？不是，你究竟想让我怎么做？那你说。想你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队里要是人手没有这么紧的话，我不会让你去干这个事儿的。你怎么出的这次任务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等一下，好吧。我们先不要说别人，就说我当时，不是，就说你当时如果在那个现场的话，你身边的人都会被砍，都会有性命危险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的问题，等监控视频的内容传到我这儿，我们看看再说。好，那现在怎么着？继续还是停止啊？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！我说多少遍了吗？是，安全执行任务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敢动手，我，明白没有？收到了 ，Madam。你滚蛋！小天，没事了吧？没事，这么快就没事了？好，那些人都已经老实交代了，然后我也做了笔录，就把我放出来。太好了。受伤了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我受什么伤？我好的很。他们怎么样？昨天阿飞带盛夏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，盛夏应该是被人下了安眠药。现在丽丽在酒店陪着他呢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就我不会掉链子。是，辛苦你了，上车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胡闹，我就让你永远出不了门，你知道吗？Tina， 董事长他也是为你好，你收敛一下吧，顺着他说两句软话，你好他好，大家都好。哎，你别管我，你跟着我奶奶去吧。董事长现在身体不太好，你尽量别再刺激他了。我知道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吧。小天哥哥好帅呀！邮费524，早饭105，午饭358，晚饭401，过路过桥费是你这账啊，能不能拿回房间你自己算去？在我面前算来算去，听着我头疼。哦。哎，我问你，咱们的粉丝最近怎么样啊？哦，微博粉丝这周涨了100多个，才100多。哼，哎，虽然不比从前，但是总比没有好。可是直播粉丝掉了3成。3成？昨天不还是1成吗？一夜之间掉2成啊！自从咱们火了之后，有好多拷贝咱们的，人家那都是大公司，做的都是出境大项目，玩的是潜水、滑雪、看极光，每周直播3轮，每轮请一个小明星。我听说其中有一个小明星，一天涨粉就超过咱们半个月了。这么厉害啊？难不成他们是开了挂了？开什么挂呀？他们就是靠抽奖、发红包吸引粉丝，说白了就是砸钱呗。砸钱行啊，他们砸我们也砸。boss，您还是砸我吧，咱们账户没钱可砸了。就水儿姐给的那笔赞助费，咱们勉强才能撑到香格里拉，这还没算回去的路费。哎，boss，我跟你说啊，要不你给董事长打一电话，救个急。掉粉这种事儿，现在挽回说不定还能来得及，咱还能扳回1成。
兴许他一高兴给您丈夫打10万。阿培，做人要有骨气。楚总，今天什么行程啊？小天来，来吃饭。哎，好困啊！我看你们昨天都睡得不怎么好，我想呢，咱们今天就休整一天，明天再出发，怎么样？哎，太好了，那我还能回去补补觉。哎，夏夏，你怎么样？好点没？我还好了，被喂了安眠药，睡得还挺好的。还说呢，你也是成年人了。到酒吧里不能喝陌生人的东西，这点道理你不知道啊？你是不是超级担心我的？我当然担心你了，你是我们团队的成员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。是，我不是教训你啊，我是提醒你，免得你再犯错误。啊。这个馒头，感觉我还没吃饱呢。你3碗焖牛下肚还没吃饱，请问你是猪吗？不是真的，我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体力消耗太大的缘故？小天哥哥，你吃早饭了吗？给。你不刚好没吃饱吗？没有，我不饿，我刚才吃3碗饭了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啊，我现在我回房间了，不打扰了，慢慢聊。小天哥哥，那你明天去哪儿啊？明天啊，明天那个现在行程还没有定。没事儿，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不是我，关键是我明天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里。没关系，那我去你房间等你。要不这样吧，就是我空的时候我联系你，或者我去你那儿找你，好吧？那说好了哦。啊，谢谢。我最喜欢酒心的，你一定要吃。酒心的蛮好吃。果然很有魅力呀。小姐，董事长还等您吃早饭呢。走。喂，志汉啊，爸，您找我？刚才我在忙，什么事儿？
晚饭吃了没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都快吃夜宵了。你跟妈最近好不好？哦，我跟你妈挺好的，没事儿。你那个直播项目进行的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放心吧。啊，我给你那张信用卡被你妈停掉以后，钱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呀？爸，这点小小的困难就能难住你儿子吗？你也太小看你儿子了。我们打工、卖艺、直播打赏的红包，外加明星同水儿给我们的资助，这些钱足以解决我们的经济危机了。哦，外面现在坏人多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啊。你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啊。妈怎么了？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去医院？她的心情不太好。为什么呀？这孩子，什么叫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你不在她身边，她想你呗。我跟你说，这样，志涵，要不然你把你的那个直播项目停掉，你赶紧回来看看你妈吧，好不好？或者说你请个假回来都行。你要是停掉了，你的损失，爸爸给你补上。爸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再说了，我从小您就教育我，作为一个男人要有担当。行了，爸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妈妈，我这边事情一结束就回来。爸，我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喂，志翰。没想到你画画画得这么好，哎，你的这个画风跟我爸真的很像。是吗？小天儿，看那么仔细，你看得懂吗？画画嘛，怎么看不懂啊？那这是什么画风啊？啊？那个乡村民谣风的。乡村民谣，你以为唱歌呢？哎，你得好好跟我们熏陶一下艺术细胞。能熏熏我？走，别在这儿打扰丽丽画画，我真看得懂。咱们喝茶。大塔呢？你把大塔画上，那边还有个大塔。来，坐。哎，你在派出所里面没什么事儿吧？睡得太死了，不记得了。走，董事长走。夏夏呢？不是说早上做直播吗？是啊，现在我们就等他来呢。阿飞，喝茶。小天哥哥，大家早上好呀 ！Good morning, everyone。奶奶早上好，小天哥哥，我今天可好看吗？你学我？谁学谁呀？神经病！公主颂，公主颂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不是啥，平静平静，不要激动。不用测了，不用测了。奶奶，您之前总说血压高都是我气的，今天我可没气您啊。还是您看见我就不开心？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回来！你这是弄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在头发上绑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您就不懂了吧？他们都弄成这样。你
你知道这是什么辫子吗？什么辫子？你知道吗？寡妇辫。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没错，快去拆了。这在云南当地只有寡妇才用的辫子。你们年轻人啊，这是赶时髦是吧？他们又没说过。赶紧拆了。拆就拆，什么了不起？那还没的，那还没的。奶奶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现在在云南古城街头，有很多年轻的游客都喜欢编这种辫子，大家也都不太懂，就图个好看嘛。传统习俗都给弄丢了，还不如我这个久居国外的老太太。那还没的。你们是来云南旅游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来做旅游 app 的推广。这位是楚总，他是这个 app 的策划者。奶奶你好，我们是一个创业团队，这次我们是做一个线下的节目，就是带着我们的嘉宾到香格里拉做一个深度的旅游。你对云南了解多少？也不算太多，但是基本的常识还是知道的。就知道个大陆货，这样怎么能做事情呢？奶奶，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线下活动的主要内容吧。就是我们想策划一个从上海到香格里拉的房车直播旅行，每经过一个地方，我们都会停下来介绍当地的美食和人文特色。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活动，增加更多的用户和获得更多的投资。所以呀，还是大陆货，没有什么特点。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说说你们云南的节目策划。好，开始吧。你们也觉得刚才那个辫子挺好看的吧？没有想到冒出个什么寡妇辫，不懂。我好像闻到什么香味。不是这边。哦，是从这边一个房间里传出来的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奇啊。在云南呢，至少有20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，所以呢，云南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。50秒。多彩的民族风情被游客们亲眼目睹之后，被流传开来，并每每被冠以怪字，所以呢，也就有了像云南18怪、28怪，甚至81怪等说法。40秒。在这里，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。光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数十个以上，比如说像傣族的孔雀舞、布朗族的民歌、彝族的老虎声，还有火把节。30秒。拉祜族、哈尼族的服饰，还有建水的紫陶烧制和壮族的纸马舞。20秒。还有像纳西族的白沙戏乐、苗族的刺绣，还有白族的建筑和雕刻艺术。白族的木雕跟石雕是闻名于世界的，碑刻历史悠久。建筑类更是有唐朝的大理崇圣寺3塔，还有在元明之后所修建的斗拱屋角。艺术类更是有音乐和舞蹈所结合的踏歌。书画类呢，还有南宋年间的佛教珍宝张胜温画卷，都是这个时间的。继续说。白族好客，每逢客至必先奉茶3道。而且白族的婚俗也特别有意思，在婚礼当天，新娘子要亲自下厨为嘉宾们来做鱼羹；婚后的中秋节更是要来做面糕。好了好了，我了解了。你很聪明，谢谢奶奶。走，去看看。你干什么呢？我不是傻，我不是你在这偷偷摸摸，你在这干嘛？你不是贼，你是什么？这里是私人空间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看到门没关，我就不好。你起开，你不要动我东西。
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我奶奶最珍贵的东西，你今天完了！来人呐！你别喊了，不是。快点来人呐！你完蛋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你在吵什么啊？公秋松，奶奶，夏夏，奶奶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回事？你闭嘴！你们知道他干了什么好事吗？这里面全都是我爷爷的骨灰制成的佛珠，我奶奶带着他跑了大半个地球过来，只是为了想让他回到他的故乡。不要吵了，还少一个，少一个。赶紧找，赶紧找。愣着干嘛找啊？哎，奶奶，奶奶包里。奶奶，别急。等着。好点吗？奶奶是不是有心脏病啊？是，董事长的心脏一直不太好。你确定没事吗？要不咱们打120吧？不用。你们出去！你们都出去！啊，好。让你们都出去！我们先出去。夏夏，走。奶奶，奶奶好好休息。请爷爷在电池面前不要生气，可能是场误会。对不起，有任何需要随时叫我们好吗？对不起。奶奶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。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，这件事情按照酒店的规定，将由我们的保卫科来处理。这位是我们的保卫科科长。科长你好，我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。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表示歉意。但是您放心，我们会按照酒店的规章制度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科长，我们的人虽然未经允许进入他们的房间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造成什么重大损失。什么叫没有造成什么重大损失啊？那是我爷爷的骨灰盒被他打翻了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你马上给我联系公司法务部，我现在就要起诉这个小偷。我不是小偷。你不是，我是吗？你不要那么激动啊。首先，贸然的进你们房间这个事情是肯定是不对的。只是现在看来，我没有对你们造成太大的财务损失或者怎么样。这毕竟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，就可不可以不要？不是我在冲动，这件事情是他犯罪了，你懂吗？我知道。如果他们把你家人的骨灰打翻了，你什么心情呢？他这叫非法盗窃、非法入室、非法抢劫。哎，你冷静一下，没有那么严重。这样，夏夏，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我当时我在走廊上直播呢，我看他们房间门就大敞了，里面又没有人，然后我是闻到一股香味儿，当时我特好奇，我就进去了。我看到那个箱子，我以为是酒店陈设，我刚拿起来，听他进来，然后叫了一声，超大一声，然后没拿住。超大！我就问你看到？好吧，现在是这样啊，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，或许可以我还原一下，就是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调一下这个监控，看看当时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？好吧，那这样吧，要不然你们就双方各派一个人，和我们去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陪你去。谢谢。看就看，反正你就是贼，你就是小偷。可以了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那我们先走了。经理，谢谢了。走吧。boss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。夏夏，以后直播的时候注意点，不该去的地方别进去。我知道了。行了，别撅着个嘴，没什么大事。没事，有什么事儿，你楚哥哥帮你招招啊。裴哥。
来啊，你能别一直看着我？不能，我是小偷，我得一直盯着你。来，你们俩别斗嘴了，一人一杯果汁。哎，你看你们穿的多像褪色啊！是。小偷，讨厌。小偷，讨厌。就是小偷。小天哥哥，来了。你跟我坐，你跟我这儿。干嘛？你去那边。你想喝什么？我给你叫。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这个好吃。那个孙妹，你喝点什么？那你喝什么，小天哥哥？我去给你点。哎，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没冰淇淋啊？下午茶一定要配冰淇淋才是绝配啊！是好，我去给你们买。那我跟你一起。哎，这里是不能抽烟的。好，我正好出去抽根烟。那我跟你一块。抽烟你要陪我？我陪你一起抽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配小天哥哥，我怎么都愿意。你看呢？你不看着他？看着他吧啊！看好了。哎，小天，巧克力味的。那我也要巧克力味的。知道了。央新奶奶决定不接受咱们的婚礼。太好了。什么？不能？凭什么呀？喂，我奶奶什么意思啊？凭什么要放过他们呀？这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奶奶肯定是老糊涂，肯定是你们骗她的。你们说什么了？央金奶奶好大度哦。不像有些人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央新奶奶不追究咱们的责任，那是因为让着人。但是爷爷的骨灰被弄洒了，终究还是咱们的错。所以今天回去，咱们好好的跟央新奶奶道个歉啊。对不起，别碰我，你有本事跟我爷爷道歉去。金娜，我觉得这件事儿，我们是有责任。全是你们的责任啊，对。全是我们的责任，我在这向你保证，有关这件事情所有的善后赔偿，我们会负责的。赔偿什么呀？我们不缺钱。那你缺什么呀？我们缺的是某个人真心的道歉。我道歉了呀。我说了，真心的。你从来都没有真心悔过，你从来都没有真的觉得你做错过。出来一下，你改签。我很真心啊。你一点都没有。我有啊。你没有？怎么没有啊？你的态度我感觉得到。我们都是女人，怎么感觉不到？这跟女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给你点的啊，香芋口味多一点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没带钱吗？不是，我主要是想让你出来，外面空气多好啊，是吧？里面乌烟瘴气的，一个大眼线，一个大眼影。想想真的是，你说咱们这一路上遇到多少事儿啊？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碰不上的。现在倒好，连老人家的骨灰都给撒了。哎，不过你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的？谁派你来的？
说实话，你怎么又问这种问题啊？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运气好，老天眷顾我。你跟着我，你算是有福了。不过那天晚上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好惊险，吓死我了。哼，总算说了句动听的。从那天晚上我被抓走，直到早上被放出来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安慰我。怎么没有人安慰你？不只是安慰吧，很关心呢。谁啊？缇娜呀，谁呀？小天哥哥，你要不要吃巧克力？哎，行，我陪你去买冰淇淋。够了啊！我陪你抽烟。我真的听不了他说话，真的。得了吧，别装了你。我说真的。那么好一小姑娘喜欢你，追你，你偷着乐吧。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心里特高兴吧？他在我眼里其实就是空气。空气？哼，你跟空气推杯换盏，喝酒很开心嘛？忘了？哎，不是啊，那个时候你看到了？不是，我看你那个时候你玩得很开心啊，你跟楚总俩啊，我开心我也不瞎呀，我怎么看不到？哦，你那个时候边跟他跳舞，眼睛边瞅着我这边是吧？谁瞅着你？我就不小心看到的。还不小心看到的，看得那么仔细。当时你跟他贴得很近啊，两个人挨的。我怎么挨的？我们那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正常沟通，好吗？普通朋友这样啊，普通朋友这样啊，普通朋友，来，把手给我，普通朋友。哎，心月啊，我教你啊，来，用手轻轻的，哈，一碰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！怎么了？不要往那边看啊！谁啊？酒吧打架那波人。他们怎么会出来啊？是啊，怎么那么早被放出来了？跑了，看到我们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哥，你看那人是不是打我们的小子？是不是？给我追！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哥，这小子有两下子呀，还真不简单。那丫头才不简单呢，给自己找了个保镖。看来咱们要拿这货啊，还真没那么容易啊。硬碰硬是不行的，不过这个小团队也不是无懈可击。你老解释什么？有什么可解释？明明就是你做错了，认错怎么了？你明明就是在敷衍，我还挺真心。你在那扮什么可怜，扮什么委屈？就你可怜，就你委屈是吧？哎，楚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我怎么敷衍了？你怎么不是在敷衍啊？你给我来个真诚的。谁？我凭什么给你来真诚？你犯错还是我犯错呀？是你打翻我爷爷的骨灰盒，又不是我打翻你爷爷的骨灰盒。进。
董事长，李新月他们都到了。让他们到天台去等我吧。好。董事长，您慢点。我不是已经说了，不追究你们了吗？奶奶，这件事情终究是我们几个犯下的大错，所以我们想正式的跟您道个歉。奶奶，对不起。奶奶，都是因为我向您和爷爷道歉。奶奶，我们这么做也是想做一些弥补，希望您能接受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把我老伴儿就安葬在这里。啊，董事长，您不是说过要在香格里拉建家族墓地的吗？说来也巧，其实这里才是他的故乡。这几天我多留了一些时间在这里转转。今天上午发生了这些事情，让我意识到，也许他就是要告诉我，他想在这里安息。我老伴儿生前特别爱玩，他就是想到处去看看山山水水。但是自从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一直忙着在做生意，没有时间陪他去旅行。我跟他说，我忙啊，等过一阵子吧。等着等着，他就病了。后来我又跟他说，你要乖乖的治疗，等你好了，明年就是我们的金婚。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就陪着你去玩个够。他没有生病的时候，开玩笑跟我说，他不要厚葬，就随便把它撒在山里头。我还不那么同意。现在看来，他是在跟我闹别扭的。他爱山，所以我决定就到附近的山上走走洒洒，陪他留在这个山上，留在他故乡的山上。可是董事长，明早美国那边的公司还有一个视频会议，你带我参会吧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？明天我一定要上山。那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安排上山的人手。不过这荒山野水的，我还是担心您的安全问题。那奶奶，要不我们带着小天哥哥一起去吧？他之前保护过我好多次，有他在，肯定没问题。那好，姑娘，你也陪我一起去吧。好。奶奶，那我也陪你们去吧。我有另外的差事给你。明天刘秘书要主持视频会议，你协助他。顺便你可以了解一下公司投融资的审核标准，也可以为你们的融资做一个参考。你说这样行吗？好，当然好。董事长，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